在校内外人士的见证之下，台南市崇学国小满心欢喜食育教室正式揭牌启用，运用货柜屋空间改造，加上料理台、系统柜以及专业蒸烤箱等硬体设备，希望学生学习到健康饮食观念。我今仔日有带鸡翅、高丽菜，还有鱼啊。透过咱这个食育教室来讲，会当呢实际咱教囡仔来做烹调，无论是伊会促进伊伫厝里嘛会当亲子做伙来煮食。学校打造食育教室，不仅提供师生优质的学习场所，也可以提供学生参与学校午餐菜单设计，推行 PBL 问题导向学习课程，鼓励学生探索不同的烹饪技艺。阮会甲编入咱5年、6年的课程内底吼，伊每一个礼拜拢有一节课，会使互伊来遮简单，伊希望讲伊伫毕业进前会使煮一个便当盒啊，等于互因老爸阿母感受一下嘛是希望讲以后佫会使佫加长再加深的课程来互佫愈侪囡仔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囡仔会使来发展。台南市重视饮食教育扎根，全国首创推动餐前5分钟，由营养师共同开发152部影片，设计37个主题教材，希望让学生能够好好吃饭。记者盛怀台南报道。